来看一个较轻松的新闻，新北市有一个关公圣地叫高分啊，山路细条，佮兼弯弯弯弯。对驾驶技术来讲，这是一种的考验。有乡亲看到2台公车伫转弯的所在受险车，袂输你跳探过一进一退，配合得真好。这款受险车的技术，和网友有了讲，台湾的公车司机敢若佩服高分啊的。而这个车路2台公车伫弯角受险车。 使用驾驶是完全无得惊，一台是继续驶向前，另外一台是顺意驶倒退路。2个驾驶正斗搭，比一个手势就知影对方的意思。网友学了讲，台湾的公车司机目前敢若配合高分啊迄边的，谁若不服就来战。 也有人笑讲，坐过一摆，对感觉人生无啥物代志是袂当解决的。因为他们都知道说哪个地方可以会车，哪个地方不能会车啊，因为这个路就是这么小，有的地方根本没有办法去拓宽。很多会事先引入几 idea 的，那修牛节让一下就完全都 OK 了。 新北西方的高分啊是热门的景点，也毋过因为山路上矮，正歹停车。 所以，真侪游客拢会坐公车。来看高分啊公车上歹驶的路段，高分啊路街入口有一个路街弯角，车流真多，临停的车也多，难度是够列车。那金公路附近拢是客家，车路真矮。 也有金水公路的弯角也充满挑战。车道比较窄，因为都是旧的，因为较早拢是古寮厝啦。你要注意人家的那个什么遮雨棚啊，什么屋檐都要随时要注意啦，不然都会不小心就去 K 到干嘛的。无网路段处处拢考验到驾驶的功力。这段影片也搁在展现高分的公车驾驶，高超为赛车技术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